这个排马事故发生了后，经过18天的抢修，日透早5点27分，这个东正线恢复着通车。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坐这个代替的区间车到花莲。林佳龙讲，会当伫个落任进前，最后一天完成着通车，已经了结着家己的责任。伊嘛到美伦教会，嘛到港田宫去祈福。火车慢慢驶，交通部长林佳龙看对塔门出去，车速降到40公里，通过头一个车祸地点仁和到崇德之间这个路段。林佳龙专讲这一抓嘛，代表东正线正式通车。我们台铁同仁跟工程团队日以继夜的抢修，补强整个隧道，还有落实周边的防护设施。感谢代替的同仁18天来无暝无日的抢修，照到比估计时间还阁较早来通车。卸任前最后一天，林佳龙希望未来新部长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在卸任前，能够把这个通车能够实现，那让未来接棒的人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通车后，这个事故路段在2个月内，火车经过时拢爱慢速通过。伊伫到花莲了后嘛，专工到天主教花莲美伦教会参加祈祷会。现场有唱圣歌为全台湾祈福。林佳龙离开后，嘛专工到当地信仰中心港天宫去参拜，祈求国泰民安。